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香港山遊。今日嘅山遊路程有13公里，沿住衛奕信徑第3段到魔鬼山、五桂山、連苑台瀑布同埋鴨仔山。由起點，我哋會繞道鯉魚門沿岸地區，然後沿住衛奕信徑上山到魔鬼山。沿路同埋山上可以睇到軍事遺跡。今日嘅路線可以欣賞到港島東同埋將軍澳地區嘅美景。五桂山將會係我哋今日山遊嘅最高點，之後我哋會沿住山脊走，然後經過連苑台瀑布同埋鴨仔山。我哋由油塘站出發，向沿岸方向走，鯉魚門佔據戰略位置，守護住維多利亞港嘅東面入口。呢度係港島同埋九龍半島之間最狹窄嘅水道。鯉魚門喺1941年香港保衛戰中重要嘅戰場，日軍以魔鬼山為觀察所，效軍港島英軍防衛設施。香港抗戰海防博物館就係位於海峽嘅對面。如果你有興趣了解更多，可以觀看我關於香港抗戰海防博物館嘅影片。魔鬼山嘅防禦設施評級為2級歷史建築，山上仲有更多嘅遺跡。呢個就係魔鬼洞，喺呢個位置睇得唔太清楚。走上石級，唔好忘記回頭睇睇啊！美景就在身後。到山頂啦，俯瞰將軍澳一帶嘅壯麗景色。呢度有幾個唔錯嘅打卡位添。
我身後就係魔鬼山，呢個角度唔錯喎。沿住呢條山徑上，我哋就會到達海拔304米嘅五桂山，亦都係今次山遊到達嘅最高點。之後將會沿住山脊走，直到見到兩個前航空導航反射器，就差不多開始落山啦。三角站打返個卡先。山脊兩側嘅景色真係靚。Last. This is enough.
鴨仔山，可惜被圍封維修，冇辦法走近觀景台。今次嘅山遊花咗大概4小時，行程約13公里，最高海拔達304米，累計爬升713米。希望你同我一樣享受呢一趟嘅山遊，祝你有愉快嘅一日。